拿下沈燕，重重有赏。沈燕，你先走，赵峰已被我引开了，你们趁机撤离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多谢了，可你呢？少废话，我要的是赵峰的命，与你无关。你若耽误时间，所有人都为你陪葬。苏金寒帮我们拖住了他们，我们快撤，赵峰很快就会追过来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沈燕，你拿了我的回光册碎片，还想带着同党逃走？今日我定要将你们全部挫骨扬灰！赵峰，你的对手是我，休要动他们！苏金寒，你找死！3番5次坏我好事，今日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